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4章第1節至41節，主題係耶穌吩咐民眾回應所聽之道。作者喺馬可福音第4章記載，耶穌嚟到海邊教導人，用比喻講解有關神國嘅事，話種子跌喺唔同嘅地方，結果都唔一樣。不過，所有人其實都聽唔明耶穌講咩。之後，耶穌私底下同門徒解釋比喻嘅意思，話呢啲奧秘只係會俾願意聽嘅人明白。神嘅道落喺唔同人心入面，有啲種子即刻被奪走，有啲種子只係能夠維持一陣，有啲種子就結出好多果子嚟。耶穌又用燈、量器同種子發芽成長嘅比喻嚟講解神嘅國，話神國係會按住神嘅時間慢慢成長，唔係人可以控制得到，但最後一定會有結果嚟。最後，耶穌同門徒過海時遇到大風浪，門徒嚇到好驚，但耶穌喺船上仲瞓緊。耶穌起身之後，喝止風浪，個海就即刻平靜晒。門徒又驚又怕，私下討論耶穌究竟係邊個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馬可福音第4章記載，神嘅國好似種子咁，靜靜地慢慢成長，而唔係跟住人嘅節奏嚟成長。咁喺屬靈嘅事上，當你付出咗，但仲未見到成果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相信神其實一直喺度做緊工呢？